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旧谷仓可以变成漂亮的农产中心吗？没错，这是在苗栗的公馆乡。今天的感动时刻，镜头就带您来到公馆乡，来看看农会的创意。在农会的干事长韩宏恩的推动之下，原本的旧谷仓可是摇身一变，不但成为了农特产中心，还结合了创意料理，变成多功能的餐厅，非常的有特色。轻柔的音乐加上客家的大红牡丹，苗栗公馆的农产中心很有客家味，他们还取名为好客坊。亲切的问候让游客可以感受客家的热情。不过很多人不知道，引人瞩目的特色建筑原来只是堆放稻谷、肥料的旧仓库。它会摇身一变，幕后推手就是农会总干事韩宏恩。非常多的产品，希望借一个场地或者一个包装来做一个行销，因此呢，就在这边做一个改造，现在变成一个复合式的餐厅，还有农特产品的一个展售。当然，我们还提供一些空间做 DIY， 还有就是游客服务资讯的一些服务中心。韩宏恩花了2年将废弃的仓库改头换面，也要求好客坊一定要有客家本色。客家花布啊，客家花布做安尼种来路角，安尼包起来就非常的强的。如果底部就标安尼客家的米糕啦，客家客家小点引客来啊，就会来介绍。仔细叮咛，也希望把客庄最好的东西呈现在游客面前，所以他也把公馆乡的农特产品大集合。那这福菜传统的福菜都是这样长的瓶罐。那现在呢，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包装，像真空包装这个梅干菜这个福菜特福就是最好的这个福菜。帮忙设计包装，提高产品能见度，提供销售管道，不但打响公馆特产的名号，还帮农民增加收益。例如红枣，我们也做红枣面。我想这个部分呢，大家都最近消费者都非常喜欢，因为真的是非常道地。韩宏恩很积极，要让游客忘不了客家味，他也常常亲自品尝，还跟裕达科技大学的餐饮管理系合作，研发一系列的客家特色餐。客家知名的梅干扣肉变成了梅干肉燥饭，客家香 Q 的猪脚也是一绝，还有烫过之后马上冰镇的客家板条，在地味的创意料理相当受欢迎。韩宏恩从县府建设局长退休，从建筑外观到行销细节，样样都很讲究。他希望让公馆农特产的招牌越来越亮眼。旧谷仓里特色农产罗列，客家味新鲜肠，梅干肉燥饭，冰镇 Q 板条。韩宏恩打造好客坊，大红牡丹做指引，尽有公馆的感动时刻。